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他们有兴趣，因为我们不会去强迫他们说，你有能力你就一定要参与这项课程。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看能力，那我们会一条生产线，我们把做月饼分成很多个不同的步骤，然后会去看哪一个孩子，比方说他可以施力，或者是这一个孩子看得懂数字，然后去帮他们做不一样的工作的领域分配。在这边的话，我们这边即使有收很多起重度的，基本上没有办法参与，但78位里面至少有30-40位都可以在分工的状况下参与作业活动。今年度他们的网页是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给他一些创意，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永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刚刚也请社会局会后把这个网页就直接挂在社会局的某个角落。未来我们只要上到市政府的网页的社会局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9大团体。未来我们也想协助帮它整合在一起，让你可以在单一的窗口去选择这9大家的产品了以后，直接就结单，这样会比较方便，会比较多人来采购，增加它的曝光率。像今年的记者会也是采用一种比较异化创新的方式去帮我们做一个行销，然后对于我们这些经过卫生局检验合格的一些厂商，可以多一个管道，让社会大众可以看到我们。买到你们的月饼的话，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您想支持我们潮新的商品的话，欢迎上虾皮购物，然后搜寻憨心人或潮新基金会。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中秋节即将来临，今年的中秋送礼，你打算送些什么呢？为照顾台南市的身障朋友，台南市政府带头行销身障机构及团体所生产的中秋礼盒，将爱传递至社会每个角落。台南市身障人口约有10万人，市府也针对不同面向来照顾身障朋友，像是低地板公车、无障碍计程车等生活所需，到社会局所推动的各项身心障碍福利措施，都希望打造一个友善又有爱的温暖城市。也呼吁市民朋友、机关团体、企业公司要多多的来支持身障朋友所生产的中秋礼盒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社会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局长陈荣之。我们那个弱势的中秋的一些产品，希望能够透过这个部分呢，能够跟这个弱势来购买，又做爱心又做公益。那这次呢，我们中秋节的部分呢，我们第一次呢跟我们的工商发展策进会来做一个连结，然后希望最后透过这次中秋节的这种产品呢，然后呼吁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爱心做公益，让这些对弱势团体呢得到更大的一些帮助。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8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配合美国猪肉明年进口以后，要让民众安心采买。市长即阵啊去餐厅、去大卖场，上午嘛前往传统市场，选择国产猪肉标章，希望会当事先做准备，予业者甲消费者养成习惯，而且强调一定会无定期做稽查，为市民的健康把关。市长一透早来到保安市场，主要也是加码来选择爱用国产猪肉，并且替摊商打上标章，甚至嘛摊商家己已经家己打无含3肉精的标章。其实根据统计，美国猪肉对2012年开放进口以来，进口量拢无增加，可见市场的接受度平平。不过市府会当做的就是超前部署，让消费者选择，同时依照食品安全等法规来规范。今天来到传统市场，看到这个各摊贩商家张贴本店只售国产猪肉的这个状况。那如果还没有张贴的，也希望说他们是因为他们要特别使用这个美国猪肉，还是有特别的考量？那消费者也要做一个评断。那基本上有张贴的，我们就会不定期的去稽查它到底有没有这个依照他所讲的这只用本国猪肉。万一查到这个有使用外国猪肉，包括美国猪肉的话，
我觉得其实就有点标示不实，所以我们依照食安法的相关的法规来做这个规范跟惩处。惠中本案市场侪侪摊商拢是40-50档的老店，一直拢卖国产猪肉，根本无考虑采用美国猪肉。加上摊商干那国产猪拢卖袂完，嘛袂因为价小较俗来卖进口的。另外有消费者嘛认为爱互市场自由选择，而个人是信任国产猪肉安全甲习惯的口感。我起先一定会先照我以前就是台湾猪为主，因为台湾猪我就觉得它的养殖啊多方面，还有它的体型跟它的猪肉的品质，我是觉得没有那种味道。但是你美国是冷冻猪，就是不是温体猪，这就不一样的差异性就是在这里。市场日前除了去大卖场、去餐厅，上午过来到传统市场，除了选择国产猪肉标章，嘛强调以后一定会加强稽查，让消费者安心。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言论自由日下日活动将要展开，议会国民党团配合召开记者会指出，当年台南市政府去过陈志小教授，现在行政院长苏贞昌去过党团面代，因认为黄伟哲市长甲民进党的议员敢有出面替因申冤，所以议员批评台南市政府举办言论自由日。对比议员王家珍、甲李中琴却被上级交办提控告，真正是真讽刺。国民党团8日伫议会召开记者会，会中国民党团书记长王家珍表示，日前受到市府邀请出席言论自由日记者会，原本却是讲市长黄伟哲要替伊申冤，原来拢是误会一场。台南市议会在野党，包括中诚议员，包括我，去提醒一下，言论自由是台湾人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分党派，更何况我们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监督角色，所以我本来以为是到市政府那边是让我们能够跟大家致意一下，跟大家表达一下对于最近言论自由被民进党钳制，黄伟哲市长是跟所有台湾人站在一起的。这是我本来的误会了，误会很大。昨天台南市政府非常慎重的办了一个言论自由日的开跑，结果我们看到这里的言论自由所谓移送的件数惊人的产量。议员蔡耀辉指出，民进党长年以来对着言论自由以上法办数字，是高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数字，并指出监督是明代天职，民进党政府用社会法以上明代，根本是牵制言论自由。我较疑惑是咱有啥物证据，讲妨碍社会秩序违法，散播谣言足以影响公众安宁，证据伫对。既然咱的苏贞昌院长已经讲话啊。我来甲阮的议员讲，恁两个这报纸新闻爱看出来，恁才值5000万。我做完做遮久，都无前王院长讲过咧做一个行政院长，既然会当去指挥办案，好，你指挥办案，法官就不爱插你。去上去，咱个不法证明你的阐述的理论判决书就个写足清楚。言论自由的范围，你也无证据，会当证明伊有干嘛散播谣言，咱去抗告，硬要甲皮皮布，要甲拧到乌，要用咱的戏剧，这民意代表唔能讲话。国民党团指出，言论自由是宪法予每一位人民的基本人权，袂使予民进党牵制。为了彰显言论自由的正义，国民党团嘛提案建议台南市议会举办言论自由日。届时嘛邀请台南市政府共同参与。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让市政会当更加接近少年人，并且让少年人有发表意见的机会，特别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现主时也展开2020年的竞选，不过评分的方式却是让网络票选占了45%，所以多位民进党的议员认为安尼会变调，成为网红甄选会，所以邀请研讨会甲青年代表做伙讨论。
台南市政府伫市长委托上任后，积极推动青年相关的政策，也特别成立了青年事务委员会，提供少年的朋友有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也让市府的市政会使更加贴近少年人。现在也正咧进行2020年的青年委员的竞选，但是伫竞选条件当中，有依照脸书按赞的评分占45%，这也让议员认为会让竞出来的委员欠缺多元性。对此特别邀请研科会甲青年代表共同来讨论。所有的想要参与遴选者，就要来拍一支影片，然后放在 FB 上面，根据 FB 的按赞的部分，来这个里面占了45%的遴选成绩。但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FB 的这个遴选制度，某个程度上会有一些的一个问题，包括 FB 是很容易受到外在的行销公司这个不管是购买还是说这个友善的协助啦，我们暂时称它为友善的协助，来做一个分数上的一个操控。这个45%对于一般想要热情参与公共事务的大学生来讲，或者说年轻人来讲，是不是偏高？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评选方式应该要在公开或是多元化，而不是只是局限于一个网红的系列。它网红或者是网络经营的这一块，我认为应该是考量在个人的一个专业能力的部分，而不是普遍性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网红系列。青年委员讲话市府官员听不懂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真正的专业是你们要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发现青年们的思维跟市府的思维其实中间有落差。你要去带领他们找到其中的关键，让第2代、第3代的青年委员从此不用再去被这个东西给隔阂掉，其实才是第一届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发现有问题，其实是你们最大的收获，而不是青年委员说他们学到什么。最重要是市府学到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研考会接下来未来的重点。会中青年代表也趁机会发表意见，希望让今年的委员竞选会使有更加侪优秀的成员来加入，为少年人来发声。我们也认为网红化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办法广纳各种不同的青年。事实上，比方说更弱势的青年、同志的青年、身障的青年，他们在这些生活中会面临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可是他们有办法拿到足够的网络声量吗？我觉得是不太一定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人气王可以代表台南市的青年，而是我们应该要尽可能包罗各式各样的青年，才有办法让市府在推进青年事务这一个领域有更好的前进。研科会与会代表强调，如果参与竞选的民众有使用无正统的方式，因也会做出相关的处理。同时，评选的分数上悬只有差18分，未过度影响评比。对着议员甲青年的意见，也会纳入参考。但新闻国无意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为了落实互市民过了更加好的政策，以着南区软中秋、华山送爱心作为主题，促成南区行善团捐赠中秋关怀礼予华山基金会，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南区100位弱势长辈。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为了让弱势长辈嘛会当感受到节庆的气氛，南区行善团捐赠100份中秋关怀礼予华山基金会，要来赠送予基金会的老宝贝。这份中秋关怀礼包含饼、麦片、洗手乳、保温瓶以及月饼，让长辈嘛会当感受到来自社会上的祝福甲关怀。以前的政策很多都是延续性的，像行善团这个政策，在以前赖清德前市长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可是没有办法像现在更响应到市长说把它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南区应该大家有很多发现，我们南区的行善团常常很活跃的在办各种关心的活动，所以就把它做得更好，让民众觉得说更有温度的感觉。除了南区行善团捐赠的中秋关怀礼，其他嘛有东滨爱心会以及福智佛教基金会也拢做伙来关怀。公私协力的概念，我们南区有一个行善团，有17位的，不管是可能是里长，或者是企业主，或者是爱心会，他们都愿意共同来响应，
尤其刚才你应该有听到说，华山基金会在我们这次的后疫情时代，很多捐款是停止的，很多事情是很多行善力量有在没有办法再往前走路，所以我觉得公部门应该率先站出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响应这件事情。近来因为肺炎疫情的影响，互基金会照顾经费目前困难。好佳在这次南区行善团等爱心团体愿意出来关心老宝贝，这也互华山基金会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南区行善团还有我们南区居公所对我们这次华山基金会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关怀里的这个支持跟赞助的部分，让我们因为今年我们华山基金会受到疫情的关系上影响到很多的捐款，那可是我们也不会因为捐款的关系而我们停止服务，我们还是持续在服务我们的长辈。区长蔡秀琴表示，关怀弱势一直是政府重要政策以及努力的目标。南区行善团17位团员，全部拢是社会上有成就的企业以及慈善单位代表。平常时虽然无用事业，但嘛无袂记咧回馈社会、关怀弱势。毋望透过这款的捐赠，互弱势族群嘛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重视甲关爱。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歇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红花树头尾，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绿光剧团第一名的作品《人间条件6》，未来的主人翁，在1月27、28号2天，将这一次来到台南演出。这届阁配合台南文化中心36周年，特别将巡回最后一场安排伫台南。导演吴念真甲执行长李永峰等人，也特别到台南举办记者会，邀请民众前往看戏。相信讲到绿光剧团，大家一定会想到因上知名的作品《人间条件》系列。这届《人间条件6》未来的主人翁也重新展开专台的巡回演出，将要伫11月27号、28号来到台南。这届也配合文化中心36岁的生日，将上尾一场安排伫台南。剧团的成员也伫执行长李永峰甲导演吴念真的带领之下，来到台南举办宣传记者会，也趁机会表达对台南的感谢。台南的观众很特别，他都是在一个礼拜前票才买掉，那所以我这次要提醒，因为我剩下200多个名额，那就是请大家来看，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们也没时间加演，anyway， 不管今天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几位我们团队的代表人，第一次来跟我们谢谢我们台南民众的致意，也共同为表演艺术这一块，希望我们这个文化股东在表演艺术里头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是这个代表来谢谢韦哲市长对我们这个整个绿光经历武汉肺炎跟火灾之后对我们的全力支持。所以这也是一个跟不同世代沟通的一个戏，我觉得非常成功所以我们在演的时候，其实现在演出我都觉得是 plus 整个的表演更上一层楼是我们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戏。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沟通，两代之间可以更沟通，政党跟政党之间可以更沟通，邻居跟邻居之间也可以更沟通。这样，我觉得，唯有整个社会、家庭、世代都是和谐的时候，我们就有前进的力量，就所有东西就不用畏惧，而且我们会比较有信心。那人间条件6其实是我最大的一个尝试，是都已经快70岁的老人家，我跳到30、40岁的、40、50岁这一群人的心理上去看他们所将面临的问题。
宣传记者会中，市长王伟霆甲台南在地议员也拢特别出席小听，鼓励市民莫错过这场精彩的演出。谢谢吴导演对于南部艺术的一个艺文活动的重视，也感谢绿光剧团长久以来在台湾各地播种开花结果。那虽然碰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想说，诚如人间条件一样，人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这个体验在绿光剧团，也体验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其实绿光剧团加油！我们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定是绿光剧团最好的伙伴，也是后盾，也是将来会再持续的跟绿光剧团深化、广化进一步的合作。人间条件6的剧情探讨无共世代之间的关系，加上侪侪优秀的演员加入，一直以来拢非常受到欢迎。所以台南3场的演出票也无剩偌济，想要进场看戏的民众嘛，要赶紧脚步来买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今年5月疫情较无紧张以后，精彩活动就一场接一场举办。劳工局9月12号伫嘉南药理大学将举办一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邀请65间厂商提供超过6500个工作机会。好，现在3、2、1，请启动。就业市场。劳工局伫就业博览会记者会中特别设计无人机造型，由市长甲所有贵宾共同启动，在向前要互就业启航经济起飞。偏偏前半年受疫情冲击，劳工休无薪假，甚至失业的，伫9月12号，嘉南药理大学这场就有6591个工作机会通好选择。受疫情影响，许多社会许多行业事实上是比较萧条的。许多企业事实上是有亏损的，但是企业还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扩大增产。我相信除了超前部署的概念之外，更重要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对社会责任的一个贡献的心，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所以说我们加紧的办，希望目前为止台南市的这个失业率还是6都最低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加紧的办，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求职者跟求财者就得到最好的一个结合。市府伫这个外月以来，就连续办了3场的就业博览会，就是要互想要找头路、换头路的民众，拢有更较侪选择。会场嘛有顾健康、职业咨询、甲美发、水当等等大型的服务。同时，市长嘛颁发今年核选有薪绩优的厂商，持续鼓励企业重视员工伫职场的优胜环境。也感谢企业提供了6500的工作机会。今天我们这样的在利用这个记者会里面，我们也表扬的5家5星企业，在这个就业美好的机会里面，也呈现我们台南优质的企业，让大家知道，大家能够为咱台南这城市做伙来拍拼。会中市长嘛强调，虽然目前为止台南市的失业率也是6都上低，不过只要企业愿意扩大征才，市府一定会协助办理媒合。台南新闻管及何强邦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